讲到高雄的南宝石大歌厅，伫708年代是真请赢。今年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就来邀请资深的歌手，也有新人，重现南宝石大歌厅的演唱会，也要拍一支纪录片，要伫咧8月举办南宝石故事馆的展览。今仔日记者会呢，就先公布诸葛亮的一套服装，未来也会伫咧故事馆展览。那些扛棒顶悬是写着南宝石三个大字，讲到南宝石大歌厅，长辈应该袂青分。不过因过歌厅的所在，即摆已经真做一排透天厝，隔壁饭店的头家回忆，70年代歌厅秀上请赢的时阵，人是吵。上有印象的就是诸葛亮、张飞会用笑诼方式唱歌跳舞，真热烈。会啦，是怀念啦，算讲啊，就继续热烈啊，即马怎么？真的无人去啊！当然是心理上会觉得很可惜。目前在我前面这一条马路是下午2点以后是管制的，车都进不来。南宝石大歌厅是迄当阵高雄上有代表性的所在，即马交流中心要甲这段风华历史记录落来。除了翕纪录片，8月7日的演唱会，7日会展出南宝石上场的故事展。19记者会先公布诸葛亮的秀服，未来展览当中，阁会用 AI 呈现诸葛亮的声音，用伊的声音来替大家导览。大家好，我是诸葛亮。感谢咱记者朋友为着南宝石大歌厅的公演，伫遮咧开记者会。伊的语调、声调去甲复刻，这是足困难的代志，因为诸葛亮伊咧讲话的速度，伊的语调，这是足困难。阁有台语的讲法，甲国语就无共。今年南宝石大歌厅演唱会，除了主持人欧歌，阁有黄西田、陈心梅等等的歌手。过去捌上过南宝石舞台的歌手洪英红，也是演唱会贵宾。毋望会当呈现过去南宝石大歌厅的风华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